小企咧面對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租金成本係不斷上升啦。但係租金升咗之餘咧，你又冇其他嘅銷售渠道喎，你淨係得間鋪咁可以點賣嘢咧？另外啦，我哋發現好多時業務咧淨係限喺本地嘅市場啊，你未必能夠咧喺全球有一個銷售渠道賣你嘅產品啦。咁喺個系統或者管理公司嘅問題亦都出現啦。好多時中小企會發現一個問題，就係員工流失好高，好快你啲同事就有機會離開呢間公司。你間公司點樣運作、點樣經營呢？好多時都係放喺個員工個腦度。咁有咩方法可以解決你員工流失嘅情況呢？咁再落去啦，喺個管理方面啦，你再發展落去，發現好多客人呢，個客人越嚟越多咯喎。但係客人越多唔代表越管理得好喎。客人越多，你越難管理。咁我哋會就住呢個方案嘅問題呢，就同大家睇下我哋營商易啦，點樣可以喺創意上面幫大家解決。嗱，我哋成個系統，我哋嘅形式，我哋一個系統會同你處理緊幾種生意。你可以同時間會做緊 B to B， 你係做緊我哋叫商業對商業嘅生意啦，做 B to C 商業對客人嘅生意，亦都可以同時間網上同埋零售鋪 online to offline 一齊去管理。而再落啦 mobile， 大家每日拎住嘅手提電話，亦都係我哋幫你可以做生意嘅工具。成個營商易有3個部分啦，一部分可以同你管理你會計方面嘅內容啦，你可以知道你買貨成本啦，知道產品嘅成本啦。有零售鋪嘅部分啦，你零售鋪系統會同時間同你網上店嘅一齊結合，亦都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你見到我哋可以喺手提電話上面收錢，你只要有一個 QR code， 嘟個 QR code 咧，就可以去到網上任何時間咧買到你嘅產品，做到嘅效果咧就好似啱啱咧我俾大家睇過一段嘅短片啦，介紹韓國一個好出名嘅 K 衫，一間好出名嘅百貨公司。佢為咗唔想加租嘅地點，但係佢想多啲銷售點，佢就不斷喺任何地方擠啲 poster， 用 QR code 透過 mobile 嘅電話啦去賣到佢產品。而我哋營商嘅系統咧就正咧就為咗流動電話嘅 commercial 或者流動電話嘅收錢模式而設計啦，令到你嘅貨品咧唔單單可以淨係喺你嘅店度賣，你網上店度賣，你嘅貨品可以點賣啊？你可以喺啲產品度寄一個 QR code。嘅一啲磁石板放喺你嘅目標顧客嘅屋企嘅雪櫃上面，當佢要補貨買貨咧，只要攞個電話 scan 一次，就直接可以去到你嘅網上店當中買貨，即時去送去你屋企。呢種就係我哋講緊咧，近呢幾年咧，我哋想喺全世界咧推進一個新嘅模式，唔係再受租金嘅管理，而係將成間公司咧用網上同埋網店結合嘅形式去管理。咁喺咁樣嘅手法之下，咁我哋有咩嘅方法可以做咧？或者有啲咩嘅嘢，我哋可以係成個嘅執行可以做得更加細緻咧？就我哋一陣間會可以睇得更加 details 嘅部分啦。嗱，咁好多時啦，我哋講一啲新嘅銷售或者營銷嘅 model 啦，我哋會講緊一個叫 online offline 網上同埋網下連合埋一齊嘅。近呢年半或者2年到啦，團購大家可以認識嘅。咁但係咪單淨係團購呢種嘢咧？其實唔係嘅。網上同網下結合嘅運作有好多種嘅形式，我哋可以做啦。喺我哋系統嘅世界，我哋會將會計，我哋會將你嘅我哋講緊嘅你嘅會員，加埋你嘅存貨、你嘅銷售，喺網上零售鋪同埋 online store 兩邊互相結合。一個系統咧，同時間幫你管售網上店嘅嘢，亦都一個系統咧，同時間可以幫你管理你零售鋪嘅產品。再落啦，喺個價錢方面，我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唔同人登入個網上店顯示到唔同價錢。我哋發現呢個世界開始轉變就係咩咧？好多時你做批發生意嘅你會發現個情況，依家啲客人訂貨係款多量少嘅，可能整體一張單去到幾萬蚊，但係每個 item 個量好少。以前你要揾同事聽電話，逐張單去接單。聽個電話攞一張單，可能講緊要差唔多半個鐘頭。但係用咗營商易嘅系統就好唔同啦。你可以有個網店嘅界面，個客人係你嘅批發嘅客人，佢用佢個登入嘅客人咧，佢上網見到個產品嘅價錢會唔同。佢喺網上訂嘅產品嘅數量唔同，佢顯示嘅價錢都即時唔同。你可以一個系統咧，同時管埋批發嘅功能。咁我哋成個系統都結合咗 social media 啦，我哋講緊 Facebook 嘅一啲嘅合體啦。你可以用 Facebook 嘅戶口登入。因為我哋知道近呢幾年講網店，好多人連登記做個會員都落嘥時間。咁我哋系統亦都可以直接個客人有 Facebook account， 佢只要用 Facebook login 咗咧，亦都可以喺網上買嘢啦，就唔需要咧仲用幾個系統啦喺呢方面咧去買嘢。咁亦都係啦，當佢喺 Facebook 咧買嘢之前咧，你喺網店更新咗個產品，直接喺 Facebook 會即時出現。
你唔需要用幾個系統去維持呢樣嘢，你只要零售鋪入咗資料，你嘅網店同埋 Facebook 嘅產品同時間會顯示出嚟。咁個好處就係你更新同埋維護個網站時間可以慳好多。再落啦，喺 Facebook 上面可以分享一啲 coupon 啦。如果人哋用 Facebook login 喺你個網店買完嘢之後咧，佢喺個窩度會直接顯示啦。啊，原來我喺個網店買咗啲3毫，你又嚟試下嚟幫襯下啦，直接可以喺個網店都幫你做埋推廣。所以喺咁嘅結合當中咧，我哋嘅會員咧可以做到好細緻啦。個會員可以喺網上面有一個好似信用卡嘅換積分嘅功能。佢買嘢1蚊就會1分，佢上到網就可以根據佢有幾多積分而係換翻相關嘅優惠產品，令到你同個會員嘅關係更加接近。呢個我哋都可以見到，所以我哋用呢個咁樣嘅管理模式咧，已經可以一時間去同你管到網上店、批發、零售鋪同埋流動電話嘅電子貿易，我哋綜合一個系統同你處理。當你見到個網店啦，你都會問啦：喂，我點樣先可以有生意啊？我點樣先可以有客人嚟幫襯咧？以往好多時你會賣廣嘅模式，你會係派 leaflet， 你會係賣廣告，你可能會做好多廣告形式。而我哋同你講嘅形式就係點樣可以透過 Google 嘅平台喺 YouTube。透過 Google 嘅平台喺全世界好多個網站去賣廣告。嗱，好多時咧中小企面對個問題就係生意唔夠做啦，曝光率低啦。傳統嘅做廣告嘅方法咧，投資大但回報低。傳統嘅做廣告方法咧，好多時缺乏連續性啊。可能你淨係俾錢夠錢賣1個月嘅雜誌廣告，但係你唔可以期期都賣廣告。但係我哋用 Google 嘅 network 咧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我哋會喺邊度會落廣告咧？會喺手提電話，好多時你玩啲手提電話嘅遊戲嗰陣時，咪有個好細嘅 banner 會出現咗嘅。其實都係我哋可以做到嘅 Google 平台嘅廣告啦。我亦都喺邊度落廣告啊？我哋亦都可以喺香港各大嘅網站，例如你會識得嘅星島啦、U1 啦、Discount 啦、AA Stock、香港高登網、eShop、iShop.com.hk。好多時你會識得落廣告，可能你會話直接揾呢啲網站落廣告，但係如果你試過揾過佢哋咧，你就會發現個成本相當貴。但係我哋去做到嘅就係好似呢個個案咁啦，我哋幫一個客人係做婚紗服務嘅，佢嘅目標顧客只要去佢個網站一次，呢啲廣告咧就會不斷追住佢。所以你見到點解呢個網站係講緊股票都會出現咧？因為咧呢個客人曾經去過網站係做婚紗，去過一次之後咧。我哋會將個廣告嗰個曲咧作咗喺佢嘅瀏覽器度，只要佢全世界去到邊個地方，只要有 Google Display， 佢個廣告就會出現。個廣告係追住你嘅客人嘅，所以喺成個嘅廣告效果咧，你嘅曝光率可以做到每一日有30幾萬嘅目標顧客睇到你嘅廣告同埋睇到你嘅品牌。另外啦，呢個另外一個個案啦，亦都係啦，個廣告又係追住佢出現啦，因為我去過呢個婚紗廣告一次。而呢個廣告咧就不斷咧就追住嗰人嘅瀏覽器，個目標顧客去到邊度，個廣告都喺邊度出現。呢個就係我哋講緊呢幾年咧開始推嘅最新嘅做廣告形式啦。好多時我哋做一啲中小企嘅廣告有個問題就係啲廣告咧唔係我目標顧客想睇啊。啲人成日會問廣告幾時出，我哋會睇到成個 banner 會分析個網站嘅內容。如果你做創業嘅，好似我哋營商業咁樣，我買咗啲字眼叫創業。呢個廣告幾時出現？唔會喺 U1 Discuss 出現，唔會任何時間出現。只有啲目標顧客嘅字眼，我哋先會發現啲廣告出現。呢個係第一樣會出現嘅形式啦。另外啦，仲有啲咩情況出現啊？好多時你睇外國嘅網站，喂，外國嘅網站咁應該出現嘅廣告係應該咩啊？應該係外國嘅廣告，但係你見到呢個廣告就係一個好實際例子啦。我睇緊一個英國嘅一個嘅叫做品牌嘅做旅遊嘅網站。但係你見到個 banner 原來係咩啊？香港文字嘅廣告，點解會咁樣啊？因為我哋用 Google 嘅 platform，佢可以 check 到呢部電腦係香港嘅電腦定係外國嘅電腦。你嘅目標顧客無論喺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只要佢係香港嘅機，我 detect 到，我嘅廣告就會跟住佢出現。佢睇外國網站都好，都會見到佢嘅廣告，而顯示幾多次都唔需要錢嘅。每 click 一次去到你嘅網站都只係1個幾，咁你可以睇下個成本同埋個效果咧，係你好難想像到嘅。咁香港啦，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更加多嘅例子啦。星島日報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廣告平台啦。咁你話國內啦，有啲咩嘅網站會出現我哋喺 Google 做嘅廣告咧？你可能識嘅雷訊看看啊、QQ 空間啊、百度視頻啊、我哋叫係搜狗啊、鳳凰網，都係啲好出名嘅國內嘅網站，其實都係 Google 嘅平台嘅網絡。只要你透過我哋可以幫你設立 Google 廣告，亦都可以喺呢啲唔同嘅網站當中落廣告。另一個好大強大功能嘅廣告地方就係 YouTube 啦。
好多時咧，我哋會見到咧睇 YouTube 點片嗰陣時咧，會有30秒嘅廣告先至會播你段短片嘅。呢、個就係我哋可以幫你做到效果啦。你話俾我聽，你嘅目標顧客好中意睇 YouTube 睇邊段片嘅，我就將段片放喺佢中意睇嗰段片之前嗰30秒，要睇完你嘅廣告先至去 YouTube。播幾多次都唔需要錢嘅，只係 per click 係過幾。咁所以你見到個廣告效果咧係好可以深入你嘅目標顧客，唔係任何人都睇到，一定係你相關嘅目標顧客曾經去過你網站一次啦，曾經係去過你平台一次啦，或者你買咗啲關鍵字嘅字眼。而喺個電話度啦，你會見到就係一啲好細嘅 banner 啦，我哋亦都可以幫你做埋。當你喺流動嘅情況之下，啲人玩緊遊戲會有個 banner 彈出嚟，亦都可以顯示你嘅廣告。咁你問啦，其實達到個目標可以去到咩效果咧？我哋可以好清楚去見到，用咗營商易啦，再加埋我哋講緊 Google 嘅Display Network， 我哋嘅 SG Marketing 嘅 solution， 我可以做到就係每一日會有30幾萬人會見到你個品牌。嗰班人唔係無謂人喎，全部有機會因為去過你網站一次啦，因為你買咗一啲 keywords， 佢先會出現啲 banner， 然之後會當中有200幾人會 click 咗落個 banner 去到你個網站。咁你可以試想想，香港任何一間零售鋪，邊一個業主會同你擔保每一日會有30幾萬相關嘅目標顧客會嚟到你個網站，或者你會見到你嘅品牌，然之後每一日有200幾人會入到你嘅網站，知道你嘅產品。所以你諗緊咁大嘅數量，如果你都冇客嘅咧，咁我可以勸你早啲要改變你嘅生意模式啦，因為係唔合理嘅。每日30幾萬見到個品牌，每日講緊有幾百人去到你嘅鋪頭，你都做唔到生意嘅，咁好明顯你嘅經營嘅模式要改啦。再加埋我哋營商易嘅系統啦，我哋可以做到一個系統同你同時間管理 B to B， 我哋個叫對商務客人，一個系統管理係叫 B to C， 同埋我哋 mobile 系統都可以做到。再加埋我哋開始同東亞銀行啦去合作，可以做到信用卡嘅免息分期，你就可以明白我哋嘅服務係幾咁有。